下目前人前到鞠躬，温到鞠躬。刚开始，向五体劳猛行3鞠躬于前到鞠躬，再鞠躬，3鞠躬，温到鞠躬，再鞠躬，3鞠躬。 恭请不仅人前到鞠躬，温到鞠躬。大家晚安。晚安。咱带本书，咱念念，咱昨天，咱修改，大家晚安。主持人晚安。时间也袂足紧吼，咱做位到哪里泰国的本来讲到要去泰国嘛吼，即摆已经去到倒来，已经新年搁过2个月吼，过2个月，所以来讲，日风如梭啦，冬阴如镜，所以我是无情吼，一直咧袂足紧。 但是，咱今仔咱闻到咱的这个金毛经啦吼，不过呢，金毛经，咱以这个第6本啦吼，叫做正信稀有分啦吼。不过这正信稀有分嘛是足重要，足重要啦。但是咧，我就一直要互咱下当讲，对这部经典的这第6分叫做正信稀有。 咱要安怎真正去甲了解伊个物件，了解物件了后，咱即摆未来后壁要较简单。所以伊即部经典就是讲，对第1分、第2分，书法题问法了后，甲第3分，就是伊分得甲书法题用第3分甲解说着因何应处，因何效医生。 温和效，伊先用第3分来做解说，用第4分呢来甲解说温和应注，叫做妙言如珠。就是讲，你伫行布施的内底当中，你袂使执着，珠就是讲叫做执着的意思。但是这2分了后当中呢，就是讲温和应注、温和效医生，书法题问这2个问题，我用第3分甲第4分。 甲你书法题做一个解说，咱第5分呢，就是讲因为伊即个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做一个讲因为1、2、3、4到5，做一个因为即部金刚经的总结论。即个结论内底当中呢，咱看讲即部金刚经到32分呢，它第5分就是做结论。其实，若来紧的人吼。 伊到第5分，伊较看完。第1分、第3分，咱有法过去甲你讲，叫做现代。即个即个第4分，叫做入大纲啦第5分叫做清大果。这3分，就是咧甲解说着《金刚经》即个伊个内底所有的即个内涵。 所以到尾，咱讲一句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此相非相，即见如来。用着即句话来咧讲伊的实体，但是因为即个实体伊讲出来了后，到第6分，伊讲这人就听有。当然，人要甲讲起来，1250人有即阵人，若伊这甲讲起来，伊要捌这道理，难度拗到。 所以，书法题到第6分内底当中呢，毋但叫做正信稀有。正信稀有的意思就是讲，你今仔日对这部经典，你若真正要学大乘法的内底当中，第一，你一定要正信，你袂使无信。所以，咱伫过去佛经上一辈咧讲，随时佛法随讲啦无信难入。 你无信内底当中，你对即个物件，你绝对无法度入去伊的迄个实体物件，那叫做真实。
要达到正神即个人，就叫稀有。稀就是讲真稀少，真少，真稀有。要捌即个道理，佫未起心动念的人真少，所以伊到即部经典就讲即个物件。所以伫即个当中，就是伫师父伫开始讲，保佑众生得如是言说，将有灵性实性就是问即个问题。即个问题内底，我大约佮讲一个概念应该是来讲一个概念互咱对即个物件有一个确实捌即个物件然后安尼当中呢，咱会对即个概念会真有啦因为到即个物件就是咧甲讲啦，这就是伊的即部《金刚经》内底的即个迄个全文，第六本的全文啦第六本的全文啦全文。即个我大约讲一个，互咱即个概念有啦讲师父伫别发言，就讲你师父伫清佛，我过去常咧讲，咱即个文辈要甲即个佛道清法叫做别发言，伫佛道甲即个佛法讲，我个是你，我直接跟你讲所以下底啦。要清法叫做别发言。世尊叫啥世尊普有众生得如是言说，将有灵性实性即句就走到遮来啦伊讲普有，虽然你讲第五种人现代讲即代迄个即个现代即代个，你讲到即个物件，我嘛知足好。毋过呢，因为都有普有。即个普有就是讲真少啦真少的疑问啦。即个普解释的，虽然你佛道咧讲是绝对，毋过即阵啦，佫有一个疑问就对啦。即阵众生即阵众生，毋是一般顶的众生。我过去捌咧讲，伫《金刚经》所讲的众生，毋是一般顶咱伫社会咧讲的众生啦，这叫做大梵众生啦。什么叫做大梵？迄个大梵就是讲发大愿心、发大乘心的即个众生。虽然伊要出家，但是伊已经发大乘法，发摩诃萨，发的是叫做菩萨摩诃萨，发即所以叫做即句话解释叫做，毋是一般顶的众生，就是无出家，但是伊咧追求大乘法的即个众生得如是言说将有性实性因为即个如是，咱过去捌咧讲，就是即个如是有解说叫做三种的解说。第一个叫做第一个叫做法智，第二个叫做信顺，第三个叫做显理。伊即句话解说有这三个意思。第一个叫做即个信顺即个信顺，我相信。我接受《金刚经》的第6分、第16分的第18分的内底当中，叫做一体同版本。伊即句话就安尼讲。师父弟就佛就甲问师父弟，迄个师父弟，佛有肉眼伊就佛就甲问师父弟，师父弟，佛有肉眼伊讲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伊讲。如来有天眼伊讲如是，如来有天，迄个如是，就是解说讲，因为当时佛陀咧问师父弟讲，如来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无？伊内底拢是有如是对不对？如是迄句就讲信顺，我相信如来伫咧讲的，伊有肉眼，伊有天眼。伊有慧眼，伊有法眼，伊有佛眼。因为伊较佛下底这四样拢有嘛你若到菩萨，就顶有讲下底三有，你顶悬迄个无你若到阿罗汉，就对阿罗汉下底三有。你到慧眼嘛，当然天眼你嘛有，肉眼你嘛有，敢是？毋过你若到天眼，你就是甲肉眼有呢，你顶悬迄慧眼，或者是。
福感这个迄就啦。啊，你若马眼的，像咱今日马眼，马眼你都看马眼，你听个你嘛看袂着，敢是安尼？所以伊当时第18分的内底当中，伊就感觉苏伯地为了如来有马眼吼，伊如来有马眼，就咧问苏伯地啊，苏伯地讲如是世尊，如来有马眼，如是世尊，如来有马眼，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你拢加一个如是伫内底，迄个如是就咧讲，咱咧讲叫做信顺。我相信你佛道咧讲，这绝对有诶物件。毋过呢，一直到发展，如是我闻，一时不在笑声，如是我闻，迄个内底就足侪物件。如是就有一叫做发展，指法的后壁，安尼听有啦？指法的后壁，因为我后壁要讲的话，如是世尊，伊后壁讲。毋过即句话，如果你若甲解说二顶凡遐两项，到第3分大乘正宗分，伊就解说袂落啊。因为你若即句话，你若要解说迄理，迄理就是讲成佛一如，无不解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即个如有解说叫做三法界，有叫做实相法界，有叫做观照法界。即个如是，就是叫做文言法界。所以呢，以佛教上上界观为三法界，实相法界、观照法界，加文言法界。实相法界加观照法界，就是即个如，就敢若讲日头，伊照出来迄个日头光，迄个日头光叫做观照，迄个日头叫做实相。安尼啦即句话来甲讲起来，所以《金刚经》第7分内底当中，伊就安尼讲。伊就来讲，菩萨但应如所教诸。即个菩萨但应如所教诸，菩萨若要教即个如，即个实理啦即个当成菩萨，因为伊毋知即个如的道理。即个如的道理就是讲咱的本性所流露出来的智慧，即叫做如。佛道的道理咧，头前个如理实现，如理实现。讲说话咧，第5问就是讲如理实现嘛。说法的，伊就咧甲讲，可以以身上得见如来会当用着如来身上得见如来伊讲可以啊，袂当以身上得见如来，袂当用着咱佛道你讲的即个世间的肉身上的得见如来，所以伊咧讲的如来，毋是咧讲即个肉身的如来。伊讲就是讲迄个实相如来，迄个实相如来，伊就本来无相，才通依着迄个肉身肉体，迄个肉体是凡所有相，该是无，迄个物件会毁灭无去的物件。所以咱讲足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即就是讲即个道理。所以呢，若安尼当中呢，因为一闻如是，言说中有，即个言说中有，咱对句话呢，就咧讲。即个第3分、第4分、甲第5分，因为伊佛所讲话的文字言说，就讲伊讲的话，甲做一个节气，叫做章句，就是讲一段话一段甲列起来。即个一段话一段甲列起来叫做章句。言说就是讲，当时佛咧讲《金刚经》的时阵，但是迄个阿难甲做一个。记忆甲记起来，咱用着一句一句叫做章句。毋过呢，佛道理伫第3分、第4分甲第5分，因为你所讲的这物件是一定讲到到。毋过呢，这你讲的这如是言说中有，你讲的这物件会当生出着真实的信心谱。你讲的这只高超的道理。咱如来讲一句，我是真理者，我是实理者，我是如理者，我是不公理者，我是不有理者。我绝对袂讲这无。毋过咧，咱众生当中啊，因为佛陀咧讲这道理啊，伊每啦讲着足大的数字，拢用着足大的咧做比喻啊。毋过众生伊听咧到底会相信袂？毋捌《金刚经》的第16分内底当中讲。空其众生，何以不信？迄个何以就是讲，佛道伊讲着这道理，
惊到这个众生产生了怀疑，迄、个狐疑就参照咧讲狐疑相像，狐疑的心，伊就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你甲讲，伊无得相信的人，狐疑不信，所以伊伫《金刚经》的第16分，佛陀就用迄个狐疑不信来讲众生要信即个物件，真难。 信入去，好不是因我讲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宝，输一个受持，乃至于所遇顶为他人说的人啊，伊才要信。甚至早二分、中二分、后二分的生命来比如，拢袂当得到迄个所谓的迄个实相的真理的人。甚至呢，因为幸好所说的七宝，用幸好所说的七宝。 幸好所说的七宝呢，就是咧讲，幸好一条5000公里两条的迄个线，迄个线是粉线，迄个粉线一条粉线一个七宝，若用着迄个幸好所说的七宝来甲比如，嘛需一个受持读诵，出经乃至于所遇得为他人说的人呢，你甲听咧到底头嗡嗡，一条幸好遐重，甚至会当中两边的迄个线，迄个粉线，一条粉线就是七宝，一条粉线就是七宝。比如用这个做比如，所以因为佛陀依然用着伫金刚经用着足大的数字咧比如，但是恁听一个重点咯，这个重点就是讲，伊用这个世间，这种是一个世间法，这种毋是叫做绝对法，世间法第带袂得转。 世界上对上断你甲讲，你上爱爱的肉体，你上爱爱的肉体，我讲恁太太爱无爱，你上爱爱的肉体，你就带袂得转。莫讲啊就惊去，敢是安尼？讲啊就作这财产，迄拢免讲。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所有的财产，迄拢是二元对立法，二元对立法啦有一个1000亿，然后一个1000控制亿。 你就相对的少，毋过受持读诵，受持乃至于所遇得为他人说，这部大乘法，你若得会得，这叫做绝对，这毋是叫相对。那你得到绝对了后，得到绝对了后，你相对啊，无相对啊，无对啥，甲绝对的比性，安尼恁就有这个概念，恁就听有嘛对。无恁若一直咧用数字咧讲，用数字咧讲，用数字咧讲。 讲啊到底，你到尾怎头怎敢戆戆咧？敢是安尼吼？所以伊就是讲，敢会当生出着真实的信心，伊就讲，你得到这个如是三法这个道理，那安尼这个人甲有法度通得到真正这个真实的信心。佛就说法，佛就甲说法讲，佛甲说法的咱概念你敢知？因为说法这是毋是一个怀疑？ 怀疑以后，这阵学生千几个伫咧听道理，其中一个开咧怀疑，本来这大家听咧到底拢不相信啊，互你讲一个，规个心拢动起来，敢是安尼？有一个是我的是当机者，就是三像我过去捌咧讲的，迄个机动甲倒头，迄叫做动。伊个机动就是倒头甲跳尔嘛佛陀道理就是啥人听苏摩地解空地听了嘛，甲你讲的就是安尼嘛。这个解空地的苏摩地怀疑，你看这1000几个人袂怀疑嘛？本来时阵啊，这个解空地的苏摩地在咧怀疑啊咧，你佛陀讲这个咧到底啥物人要信？所以佛陀就用足严厉口语来甲讲，佛陀苏摩地无作是实。这句话离佛教上面甲讲起，叫做言辞比较重。 言辞较重，就是这个你个真讲一咯，互你讲了到底规个害了了，就差不多意思。伊咧甲讲伊讲如来面好无百会，有世界修福者，有主将有灵心是以处为实，伊就甲讲这段话来。伊讲，伊安怎讲来讲？如来面好，迄个如来等去了后，因为我过去甲讲过，法运3000年。 信法1000年，相法1000年，无法1000年，按做3000年，敢毋是安尼但是因有离迄个，因有一个迄个
这个佛教上用来做508年。第一个当中叫做解脱见悟时期，第二叫做禅定解脱见悟时期，第三叫做哪呢？多闻时期。多闻啊，迄阵当时鸠摩罗什三藏法师伊拢出，就我过去捌咧讲的，这经典过去是拢印度文，其实咱看无。毋过即阵人出来了后，不论《法华经》啦、《大迦叶经》啦、《六八观》，甚至金刚经，这拢是因当时甲做一个翻译。啊，无基本上这道理才好看无。迄个讲一个较歹听，恁去到泰国，老大厝较早拢去到泰国的时阵，伊看到泰国拢写坏，啊，若鸟咧飞咧，伊讲看见那落泰国戏、泰国庙啊，基本你看无，你若看无即个物件，你都看无。啊，印度的语言毋是英文咧，你若讲英文去，啊，看有咧，但是印度文毋是英文咧，其实你看无。所以人即代人真正做一个翻译注解过，其实看无。所以佛灭后500年，就是讲到第3个500年，第4个500年就叫做塔寺，就是起庙比赛啦，大庙伫中国较早大丛林大庙寺，迄个到地当中行过来去行袂透，迄叫做塔寺期。毋过较末法的时阵，正法时期、圣法时期、末法就是这个时阵。啊，末法时期有一个500年，叫做道经建国时期。所以你即若入庙时甲讲，叫做和合身、六合身。伊讲连义和也不合，连义和也不合。那到尾啊，大师各位观察，老和尚脾气大，大法师架势大。啊，有大法师架势大，老和尚脾气大，就是因为人生世界已经无落实了啦。敢是安尼吼？有迄个物件，就是毋是真正咧修行法，咱毋是咧批评啦吼，是差不多咧讲这物件。毋过呢，迄个道经经过时期，迄个叫做法运已经报咧，法运报咧，啊报咧就参照讲，啊你蔡英文。你着8年了，剩尾啊，剩几个月尔，剩几日尔，安尼听无？即摆人讲偌清济只要来接啊，因为逐个会去约偌清济来去约蔡英文。因过去咧约管事迄人，伊若是约蔡英文，敢是安尼？毋过呢，因为时间确实是撞过，所以我过去常讲一句话：，咱今年22月要离迄个，要离迄个个。这个桃园啊，遐有大巨蛋，南海有大巨蛋，咱要举办一个师尊老祖师传道100年，师尊传道78年，咱师母传道59年纪啊。今年拄啊伫迄个大巨蛋，南海大巨蛋，要12000人，这已经资料拢对嘛？咱2月份配200个，安尼啦。因为咱知影就是讲，因为我会讲这物件，就讲，离佛法已经离末法，伊个500年、后500年，后500岁嘛吼，已经会即个时期过啊，上个迄个时期嘛过啊，正法时期能500年嘛，相法时期500年，末法时期一个500年嘛，安尼5到25港是啦，短2500年。但真个泰国的佛历几年，你敢知影？泰国佛历短2568年，2568年啊，2568年啊。啊，若迄个2个500年过，即马加走过68年，对不对？离即个后个500年，已经走过68年啊。68年，咱当时老祖师，咱弥祖师，伫100年前就来接这个法运过来，有准有无？这是足准的，这个法运的行是足准的。所以现在咱这一贯都得到身软如绵，动不停思，下不停错，是咱大道是个功力。其实这毋是人的物件，这叫做法运物件。当时离佛达等迄个正法时期，第1年佛达等第500年，其实迄叫做正法，迄叫做解脱见悟时期。解脱见悟时期就讲，迄个时阵得到佛道的法运足够。
伫迄个福德等于迄个500年，你得着让做解脱，毋知讲叫做深远无昧，都不停是相互传。毋过较即摆来呢，已经经过要到3000年啦，即个法温完全是过去啦。所以呢，法温就是对白羊、对红羊做个比，这是足准的哦。哦，你要信毋信，迄拢和你无关系哦，迄是事实的法温就是安尼行。所以咱真多今日白羊的法温我上高的时阵。所以咱点文书，领天命点文书，哦，因为得到道了后，奇怪，这明明两个人，一个有求道，一个无求道。有求道着即个人，安尼面带微笑，敢作自然倒转。无求道即个人，一空了了做一空，迄一空了了做一空，目睭开也袂开，鼻仔，迄个鼻仔，迄鼻壳拢倒翘去，毋敢倒了，规身躯经过3工4工，就成好势来遐个飞身躯就反了了迄个绿色的，敢若讲迄身体就发臭。你甲看哦，迄毋是用药物咯，迄有求道甲无求道，毋免2,000口，有求道甲无求道就差7只，可怕无？所以这是法温的问题，就一定要了解。所以佛就来讲，后500岁有七界修福者，这个七界修福者就是咧讲啊，这个七界，对佛来讲叫做界定佛，敢是安尼叫做三学界定佛，因为你若无七界，你袂生定，定袂发挥。安尼有听吼？你七界就是三个界定位嘛。你今日我过去捌讲过，你要修大乘法，你爱2种要富足。第一就是讲，你的福报爱富足；第二就是你的智慧爱富足。因为你今日伊甲你要七界甲修福者，这毋是咧修佛萨道吗？你后壁咧饲佛萨道这人，就是啥物人？恁真济这些人，这早过去的事实。这若听人甲讲，伊就知听。所以讲忘着紧是生活阻碍，若忘不着紧是较修行啊。咱修行学道，毋通参照读册，咱咧看骹网对人咧读，看骹网对读你听无？人考着拢考100分，咱考拢是满是阿分2倒啊。伊若种你考无分啊，你含人咧出门，但人考100分，你满是阿2倒。意思讲含人咧修行，咱今日忘着紧心不足，忘着不着紧。咱今日含一世人过，咱袂当得到解脱。过去一个故事上咧讲两个咧妄参的，迄个讲，你讲偌济啊？伊讲我妄要甜啊。伊个嘛讲伊要甜啊，毋知一个讲到碗头等来看骹，到碗头等来看骹，你听无？因为一个妄是拢妄着金宝利，你听无？一个妄妄着田的，金宝利逐天都出大天的。我金宝利咧缀较紧有，金宝利去教你吼。金宝利敢有人咧食？无。金宝利无人咧食，田的有人咧食无？田的有。就是讲你妄着田的甲金宝利，你妄着金宝利无路用，你着妄着田的就有用。咱今日要观技术，咱自过去得到道理修学到即马变来讲，咱1分1秒1时咱无去失去，咱无白做的对。毋过呢，咱今日囡仔行拢毋对路。你过去行要30年、40年、50年，你是行即个行修福。我老爸哩道场啦，我哩外口，我收足侪福报啦，我着做一把善事啦。当时我想咧讲，六祖安尼讲，美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养无边，便有心中三恶关难者。你贪钱钱无智慧，无即个智慧，无解脱，贪钱钱拢面内底啊。福报是后世人福报呢？我请问，这真是做猪的福报。你莫看猪呢，迄猪有人咧养宠物咧，你捌听？人摸起伊，你上较早有一个迄个较早阿扁啊，迄个时阵有一个台北市长副市长，迄个叫啥物人我袂记。伊拢专门咧饲迄个那宠，
迄个猪诶，啊猪倒规规啊，食吼，因暗时啊，咪眠床咧困咧，宠物啊，我咧讲这事实啊，啊只猪有好报，迄只猪你讲掠去甲杀哦，你都嘛还没拼死，对不对？迄个美国有一个叫做哪呢？火鸡节，火鸡仔节你听无？就迄种吃，拢咧食的时阵啊，火鸡仔肉迄个节啊，对。哦，那迄个节到吼，火鸡节哦，大只小只特别菜。但是伊要火鸡节之前，因的总统有特写一只，即只写出来，即只无论什么人，你袂使甲杀即只。啊，即只就是一定要饲甲死。无论到底你都袂使甲杀，这是总统特写即只火鸡。啊，我问，啊，只火鸡有好报无？只火鸡有好报咧。伊永远就是养猪主要就是总统要甲饲嘛，太有好报。毋过一当搭一只，毋过千万人去杀掉，多惊迄只老。啊，即只老会干啥？就是常常咧想着讲即句话，咱讲会干啥？得道如牛，得道如牛毛啦，啊，成道就如牛角，有即句话无？啊，你得到一大堆，你要甲来上恁坐到遮听道理无啦？真正，啊，人即只火鸡是，毋是火鸡是讲只火鸡伊过去是种了偌大福报，你有看无？咱将来则讲恁二只坐，啊，恁拄则坐是安尼拄则坐，恁若过去无原因，恁会拄则坐嘛？恁坐会调吗？事实啊，因为你听经典是作实的物件咧，人是讲真正有定力、有福报、有根基、有智慧。我甲你讲，足济坐到咱坐无去，我无骗你，真正坐袂了。啊，若安尼当中呢，咱坐伫遮心智上无啥理解，啊，这羽毛呢，这羽毛一大堆，啊，甚至参着我咧讲美国一只火鸡，一当热。一只即个火鸡，咱拄啊向老有得，哦，啊，所以而才甲你讲就是讲，后500岁有饲家修复者，有即个饲家人社会，哦，即个法规，即叫做福贵双修，有处将有人心信心，以处为实。即个人就是有修家修复者当中呢，因为有处将伊听到我咧讲的即个道理，好，伊会生出真实的信心。以处为实，以什么处为实？以第3分，以第4分，以第5分，以挑人生信心。因为我讲这物件都因挑，我一般顶的人，毋是遐简单挑，以处为实。毋过运道，伊就个真稳。伊讲你会知影哦，当去4年咯，你会知影即个人哦。我一分2分3次讲利情善结，即句话就是讲，你即个人，啊，即个人对个人，分别500岁一个人，啊，分别500岁，就我拄则甲你讲，2568年的现在，好，咱一贯道打开始，你老祖师，你的祖师，他传了100年，咱这有老师尊。78年，好，咱寿报50年。咱这个运都现着都离咱这个时阵，互咱杀掉。所以当其时，你会了解这点人，就是咱咧讲的这点人。好，当其时就是讲这点人。因过咧，你看到讲，这个人毋是无原因的，这个人就是不1分2分3次5分，义情善结。即点人毋是无原因，对我拄则讲，你看即只火鸡，互掠去特赦，过来千万只较掠即只去特赦。咱求道有千万，我着当伫泰国倒来，我伫遐38年，38年，若要甲讲，求道的上少也是100年，求道上少也是100年，有啊，一定有。但是即届去的当中，入1000箍板的几个，55个，牵到10个，啊，分到45个，拄55个，1万个拄选死，
多选55个起来，55个内底当中，都要选几个较早起来，几个都伫咧遐，算算来，反正要选30个，1万个选30个起来，你讲这有可贵无？因为这个人过去伊有共用1世分、2世分、3、4、5分所种出，这句话我想讲也要出主意。话解说唔对，甲讲，你过去都已经有做5世分过啊，做5世分甲共用5世分绝对无相像。做5世分啊，咱迄阵伫迄个清迈，迄个菲律宾，迄个冰淇淋啊。来咧讲，叫你，我总唔甘愿咧，我你若唔甘愿啊？我过去拢已经做5世分啦，我即世人来，太也艰苦，因为我也艰苦。我上来讲5世分，伊讲我过去的讲出来讲啊，讲我咱做5世分费啊，所以咱我通讲，变心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听唔对，第二个问题你讲唔对。安尼尔嘛，当时后壁是讲而且咧，这会当走闪咧。伊惊讲你1个月3次，当底是1个月3次，我伊个看到这尔，这个人看到这尔，伊这段就不敢花咧，敢是？所以因为义正善因，因为过去有共往本的这个善因，毋过伊过去是收福无收回，安尼收福无收回。咱常有咧讲，收福不收费，大唱平乐；收福不收费，收福不收费，大唱平乐；收费不收福，罗汉土风波。安尼迄叫做一尊无两尊，福费叫做两十尊。所以呢，因为你会知影，这个人过去有一个善因，但有个智慧。所以因此，伊当开始就一直轮来做福报，因为千万无量佛所种者诸善因，因为甚至你过去无量千万佛，你过去的无量千万，因为咱有6万几年，咱来遮转世总有啊，一代一代一直咧显现，一代一代一直咧强佛。毋过咧，咱行强佛。咱就无正佛的因，咱行而且咧做布施的工课，就现在参照真太空。那阴暗时，会早时啊，若透早，就庙时就带一点火香，火香头，带一点火香，就抹一个钵，就开始咧发愿。因咧固定的对遐过路有一点人，迄叫做施主。规伫遐就是咧用迄个伊个共用品。毋过咧，我即回咧去到市场，有一间因市场山顶真有名的庙寺。但即个庙有名寺嘛，建设了袂歹。我就甲人讲，恁内底有当即食素？因讲因食随缘素，随缘素你听无？无拢食素食，你该食随缘素较好听啦。可能拢无食素啦，安尼啦，拢非常穿较水，嘛是咧食草。若安尼甲讲起来，因是咧受福还咧受亏。安尼叫所以咱伫遐通知影讲，泰国人，因为伊叫做受小生活法，伊毋是叫做受大生活法。咱一般就是受大生活法，大生活法就是当时对咱中国，对淡薄因为度娘母为度成功，当时伫遐，开始建立大生活法。无伫印度迄个时阵，若要甲讲起来，迄个小生活内底当中迄昆陀查某人，袂当含和尚伫迄寺庙共修啦，因迄袂当。因和尚另外和尚，尼姑另外尼姑。因个尼姑就是因为这间大庙的边啊，家己起一间叫做尼姑庵。个尼姑庵伊就一个、2个、3个、5个住伫迄间，安尼对啦。因就袂当甲庙寺的和尚，因住咧共修，因个就边仔尔，所以小生活。毋过咧，到咱中国内底迄阵就开始大生活法。
迄阵当时你是当调的，人每一天嘛吼，每一天都去咧修炼啊嘛。所以迄个时阵，毋知有为度量无，为度成功，成功讲经讲到万法归一，迄个一就咧讲实相的物件。毋管你成功，嘛毋知影讲今日一要几在错，毋知讲到底一为何是以成功拜达？入说少年为何事？只求一志脱见道。迄个当中，当正得到大乘佛法了后，所以咱中国大乘佛法你一定要熟悉。咱中国庙啦吼，甚至咱台湾即个庙啦，若咧偷食草的，迄是无啥规矩的。啊无啦，伫咱中国的即个台湾即个庙事，逐间都爱食素食。哦，你若讲尼姑啦吼，咧食草的。迄偷食草，因为甚至因过去食到外清呢，含过去因两嘛无咧食，过去因豆奶嘛、因牛奶嘛无咧食，毋过真咧食无，因较早过午就无食啊，过12点半就无咧食，毋过因为真就是拢总食，吼，啊，佫真正尼姑嘛去找落来咧食，迄个真了有看着的物件，啊，这尼姑伊有咧食迄个个。牛奶、豆奶有无？牛奶有。哦，甚至讲你今仔日个塑料，咱个塑料对上无人呢？啊，伊嘛食出，即个你食好好食，我送咱人呢，你食较好食，伊嘛是选好食，所以伊即个概念内底当中呢，因就无像过去较严，啊，所以呢，因为过去即阵人，就是拢有强分，因为千万无量分，所证诸成因。就是过去累积来诸成因，后壁即句到遮侪句号对毋对？伊即句话就是来讲，伊即个人就是讲，伫过去年代内底当中，拢有接到足大福报来，所以今仔日咱文字宗富，哦，文字宗富，伊当有法度听到佛大乘法，哦，即个世界修福者，即个人会当用金刚经的第3分。第4分、第5分，即个宗富，即个人，哦，甚至文字宗富，敢若讲个伊当有即个基础，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哦，乃至闻到即个宗富，乃至一念生净信，即个净信者，就是讲，甚至呢，到你一念清净，你一念无了。所以伫迄个佛法经也是会讲，一念清净，超3批的权责。3批就是讲，咱小乘阿罗汉、中乘辟支佛、大乘菩萨，超3乘权责。就是讲，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吼，即念清，即个人，伊有法度，伊伫过去当中就累积来，甚至甲即个千万不离佛。文字宗富，你听到宗富，乃至甚至于一念生净信者，哦，你生一个真实的信心起来，敢若讲起，就咱拄则咧讲的，佛法迄个讲讲有诶，哦，迄个一念缘起，无生超3批权责，就是讲我伫一切因缘内底当中，我无许一切因缘甲占有去。安尼对啦吼，叫做缘起清净，缘起无我。是啥物原因呢？伊就咧讲苏菩提，或者介绍苏菩提啦吼。伊讲如来悉地悉见是诸众生，哦，即个物件吼，咱讲到等者迄个时阵，当做者迄个啦吼。哦，伊讲，哦，苏菩提，如来悉地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啦吼。伊就咧甲讲吼。苏菩提啊，苏菩提啊，如来，即个如来悉地悉见，咱过去有讲，如来有分做两个如来，一个就是真正即个变成如来，得到佛的即个如来，啊，因为证到如来了后，释迦如来伊较无了解，你即个人，哦，伊是今日能得到即个实相的解脱。伊悉地悉见，伊就是完全知影，完全有看到，伊足清楚。哦，你即个人安怎成就？你即个人安怎得到？你即个人安怎解脱？你即个是安怎证到？
如来实理实见，依足清楚，吼安尼啦吼。这第一个解说。第二个呢，就是讲你家己这个如来，啊你家己一定有实理实见，啊你无实理实见，你是要得到如来无量福德。你家己足清楚，我着一定清净啊，我着无念念的，我不拢相像啊，啊我毋是如来吗？啊我毋是如来吗？这两种的解说，第一个解说是讲到佛陀这个因咧讲这个如来，第二个解说是讲你家己即阵的如来，啊你家己即阵的如来无实理实见吗？啊无实理实见，你今日要咱来自念修净心者，你乃至文字中句苏菩提，伊甲你讲啊，你文字中句乃至念修苏菩提，你即个如来知影，你嘛看到，看到啥物件？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听好哦，如是，这两句话拢爱注意哦，如是无量福德，唯有得到如是无量福德，才会当讲叫做无量福德。咱早头讲到，讲啥物件？你今日得到财产，迄拢袂使讲叫做如是福德。好，伫金刚经的31分内底讲着。应如是知，应如是见，应如是性解，不成法相。应如是知，应如是见，应如是性解。这个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这就讲应着你的自性如来知，应着你的自性如来见，应着你的自意如来性解。那安尼当中，这个叫做无量福，如是多达到无量福德。迄个无量就是咱好早头讲。离世间法叫做哪？叫做有量嘛吼。因为世间法还有对应嘛，迄叫做二元对应嘛。咱就是讲一个简单的比如啦吼。我自生出来满是较深，我有开始第一老母，我伫1月、2月、3月、4月，我到70几岁去啊。你讲我有老母？有啦，较无老的都变成妖怪啊，对不对吼？一定有老。你看我这个。但是你看到我如是法相咧老，安尼听啦吼？你有看到我自性咧老无？啊，迄个自性无老，就是无量福德。就到我得到无量，迄个无量就是毋是用一个数字会当去甲衡量的物件。所以今日真正得到解脱之道，吼，人讲一句话，你这人得会到。毋是靠咧食补药尔啦吼，你若得会着，确确实实，你不白人世上，你不白，我得你讲我一白，好，可以无？你这个如来已经得到，因为咱讲你这个如来已经，吼，证明出现你有千万无量，我所证的出现你来啊，文字上有甚至你甲职业，甚至甲这个诚信者，你得到这个无量福德起来，听好，这个无量福德。爱听咧，毋是世间的议员对着法的金银财宝、选少买乐，毋是世间的地位、名利，拢毋是。就讲是你的自性功能，甲你讲，就得到如是无量福德，就是讲你自性中的清净，甲你讲，好，如果是世界是自性变如是无量福德，可以讲，即话即佛陀都家己争论了，是什么原因呢？后壁讲这三个欲处哦，就是可以讲欲处非法上，即着五年众生受者4个，应该是这段，应该是段落消不掉。应该这有一段，因为这那是有一段写不着啦吼，应该是 copy 起来出问题。文字一个情形，所无地如来实际嘅是诸众生必如是无量福德，必如是无量福德，咱讲到遮。哦，这无量福德啦吼，哦，因为
后壁即句就无啊啦吼。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吼。本文可以讲是诸众生无法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无法上，亦无佛上，这咱是无错啦吼。无有这我是顶份迄个经文遐个老爷啦吼。遐就无啦，因为即我有背起来，我知影你个造字，我知影。可以讲，伊是啥物原因呢？伊这就有讲，咱拄则咧讲就讲，无法上，无法上，伊是可以就咧争论起来。讲是诸众生不是啥物原因？伊才通得到无量福德呢？安尼即句话就是佛陀伊个争论起来，可以讲。你佛陀知影，是诸众生无法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无法上亦无法上，伊这做者讲出来。咁即个众生无我定事上无法定事上无空定事上即句话你来看，因为即句话就是咧讲啥物件？就是咧讲法空，即句话就是开始咧讲到，是诸众生无法，伊无法有啥物件，无我相。即个我相就是我等思想你来看我等思想即个法呢，嘛是我等思想安尼写起来看较有啦即个空呢，嘛是我等思想即句话，佛陀因为佮争论起来，佮家争论起来啦是啥物原理？即个众生会当得到无量福德呢？可以话是啥物原因呢？因为是诸众生，伊无讲有啥物件，我定事上，我想我定事上，法定事上，空定事上。因为迄个我，即个我就是咧讲啥？因为每一个拢有事上面内底啦伊像是诸众生无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这就是因为即个我甲人，即有一个我定事上。对着人产生出来第三义，叫做众生相。众生相，就咱讲的叫做妄想。寿者相，咱过去讲叫做执着。毋过呢，因为伊即个人无有一个我人众生寿者，即个我的相，就甲解释有一个我。即个相，即个我，人甲解释讲有一个心。有一个心我有一个心，即个相就是甲解释一个境。我即个心去对着一个境，安尼对啦就走对着即个众生相，因为我就开始想足济想足济了后，我想咧，实际上就执着掉咧啦。我今日去来发现物件是假的，我看到啊，但是看我的心去对着一项的物件境。我作假的，你敢会害你心呢？你会害你心呢？甚至你想要甲买到，你会反复一直咧想这项物件。唯有你这项物件去甲买到以后，执着嘛，因为你无买到，你困袂去。你无买到，你食袂落去。所以这个我等思想，就是心去拄着境了后，生出着这个众生，这个众生相，伊的解释叫做。众念重生，众生就是叫做分别，这个寿者就叫做执着。这两句话你一定要看落，无你看到袂会去。大地众生富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安尼有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讲你伫咧有一个妄想心，而妄想生出了后，你甲执着掉咧。袂当得到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伊即句就是来解释。所以呢，咱而且当中
是可以就是诸众生无伊无可有目定事相，这第一个。哦，第一个，第二个叫做法定事相。第二个，依照来讲，法就是伊无法相，伊后壁无讲，伊后壁遮就无写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伊就无写。伊就讲，这个法有哪有一个目定事相？亦无法相，伊则嘛有一个目定事相。安尼敢听？啊，所以即句话无有法相，后壁应该再加一个法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若无非法相，佫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安尼咧解释恁听较有啦，直接咧看吼，因为伊而且来讲我有一个目定事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法，即个法嘛是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甚至呢空相，亦无非法相嘛是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安尼条啦吼，啊是安怎叫做无法相？即个法相是啥物讲什么物件？即个法相是啥讲道理？我今日去讲道理讲足好个，啊你嘛听了真欢喜个吼。哦，第三句字，我咧讲道理，你咧听道理了后，我家己生了思想出来。第三句话就是无少甲你个生，哦，我就听讲道理，我家己听也欢喜，家己也欢喜。这条咧，我你永远就放袂去，敢是安尼？啊，今日我若感觉你咧讲到这个什么道理，啊，讲这人听有，你听着艰苦袂？我听着这条咧，啊，这条咧了后。我家己的烦恼，我嘛困袂去。安尼叫做目定事相。你讲足好的道理，你家己执着；你讲的足歹的道理，你家己执着。你今日人足济来听你讲道理，你会讲啊足起劲。你今日拢无人来听你讲道理，你听啊足伤心。这种叫做执着，这种叫做法的事相。安尼听无？咱讲六道万有法。执道六法，执六道万有法；讲四谛法，执四谛法；讲12因法，你执12因法，即个华灯四相。安尼听有啦吼？反正你道中所示的法所讲的道理，那叫做法。啊，你法的内底，若执着，你今日这法嘛变成啊，嘛变成即个执着法。啊，你执着法内底当中。这变成的啦，这变成你虽然你咧讲菩萨道，但是你到尾就是上升。任何道理，《金刚经》第3分来讲，伊讲安怎来讲？做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为菩萨。啊，伊讲菩萨，菩萨就讲法嘛，反是菩萨就讲道理嘛。啊，你即个菩萨有目定事相，就是讲你即个菩萨咧讲法的当中。你还在执于目定事相，那安尼，你这嘛是菩萨啊？安尼，毋过菩萨，逐日咧讲道理啊，讲到尾变成咱落六道轮回，安才对。所以伊甲你破就解破，你虽然你讲袂使执着，哦，伫《金刚经》的21分内底当中，叫做无说所说分内底有一段话，佢就问苏摩提，苏摩提。哦，若有人讲我说法啦，这是报恩，这不能解我所说者，非我所说，是嘛说法。今次《金刚经》21分叫做无说所说分，因无说所说是我应着众生的机来说法，但是我过了后，我就无执着。毋过你甲我讲，若有人言，如来有说法。你即阵人咧听我说，你讲我如来说法，你是在报恩。毋过这话听起来怪怪，你敢知影？我是咧赞叹如来，我赞叹如来，结果我落来报恩。如来讲袂我先讲的，安尼我讲，佫咧毋对咯，毋对，因为你看如来无去，因为如来说法。伊是应众生的机，众生得到烦恼，伊就归零啊。伊会归了伊的清净，
伊嘛无一个选者，嘛无一个听法者，叫做应机而说，毋知叫做应机道教、观机道教最同出世，伊离佛教上有这个道理。那今日去当中，咱上惊即个菩萨，因为伊讲道理讲啊，足好了，甲赞叹袂到地，吐伊就丢下啊。即偌济讲师拢即个，我毋，偌济讲师拢即个，真正讲道理拢学落了，若学到讲好，伊讲啊足好个，真正吼，安尼伊欢喜甲要害，啊你若甲嫌一句吼，安尼跪下了，拢毋好听。哦，所以咱讲一句讲，大法师驾师法，是咱有驾师大师面我是一个大法师嘛，对毋对？毋过即个有平等性质无？即无平等性质心就有病呢，平等性质心哪无病呢？你会了解较即点了。毋过呢，你大法师，你开在讲法内底当中，你愈讲愈起劲，愈讲愈起劲，愈讲愈家己自律自我。迄话讲啊，毋三字叫听出来。伊讲我懵懵啊，讲我懵懵啊，吼，迄有当时啊，你袂使讲我懵懵。你咧讲会当看作起劲，但是你当讲甲安怎一心清净，毋是讲甲你家己好袂记家己后面要讲安尼，迄个毋对去安尼，迄讲经我就火去安尼。所以伫无法上即个物件爱注意，安尼听有人吼，无法定四相，五相二种意思。用无非法相，即句用无非法相，伊即句话就是因为当时佛陀就是要解说，何以讲要解说？即个众生是安怎能得到无量，乃至一念生净心者，会当得到无量福德。伊咧甲解说即个物件，伊就是无法定四相，无法定四相，亦无有非法相。即个叫做非法相。非法相解释叫做空，非法相，即个非法相叫做空。因安怎讲？因为你看到五啊空啊，对不对？哦，没有四相，对不对？法你也无得到，你这两空空啊，对不对？这个虚空，这个虚空。哦，法的空，我的空，法的空，这两个空啊，啊，毋是。毋过呢，这两项叫做有功用啊，这两项叫做功用，这两项叫做功用。我定四相，因为有功用，我咧讲道理有跳功用哦。甚至我咧离世间，事我咧有分别，这有功用，我有功用哦。但是我袂使执着哦。啊，我讲法有功用哦，会当使足一众生会当生活有功用哦。哦。但是伊讲空这两个空，就是叫做伊这有功用，叫做虚空。这个虚空内底，毋是讲叫讲个空空哦，毋是叫空空哦。这两个空空就是甲你解释讲，我讲到我拢无执着，我无执着，我没有执着，我无执着，我定四相，我无执着的法定四相。毋过是安怎会讲即话讲会出来，到即话来会出来，因为你在执入两空之空，啊，无我即个空仔咧，我空啊，啊，我即个空仔咧，会我空啊，意思讲我拢无执着嘛，对毋对？其实你有生一个空出来了后，即个叫做地，即个叫做无直接两功用，毋过你在生着两空之空，二空之空，以处为实。以处为实，乃至一念生净性者，这两句话你来记咧。以处为实是咱伊后壁爱在讲一句讲，吼乃至一念生净性，一个叫做实，一个叫做实，啊，一个叫做哪净性，净性，乃至一念生净性者，这个实，伊今日落里阁有一个实。安听无？所以呢，因为乃至一念生净性者，就是讲用这个实里尾啊，这个净性含这个实嘛，甲你破掉了。破掉你袂使讲，我有一个以处为实。啊，你若说执一个以处为实，啊，是毋得执一个物件伫咧。所以伊上尾啊，乃至一念生净性者，这个净性爱破掉这个实，安听无？
就是五方，即个空，就是末定思想爱空，即个就是破掉这两个袂使跟执着。安尼敢听吗？就是讲我等事项你已经空，你是不执着；华等事项嘛爱空，你不执着。但是你唔能够是，我已经这个空啊，这个空啊，我就生出着一个两空之空，安尼叫做非法相，非法相，亦无非法相。安尼看有意思啊啦吼，这句话就是安尼解释吼。可以讲，佛陀家己真问起，真问起来啦吼。佛陀开始讲啊，真问起来吼，是诸相性，一定即咱一定拄则讲过吼。咱就免得讲这物件吼，因为今日就是互咱为即课即第六本内底当中，对头走到尾，互咱较了较清楚的吼。以上就讲到即只来吼。伊过去，咱拄则就讲是诸相性，无我相。人相、众生相，亦无法相，亦无法相，敢是安尼？无法，即个众生过来，毋过即段，伊就是佛陀以三段来讲出来。伊讲可以讲是诸众生欲心所障，即着我人中的受者，欲诸法相，即着我人中众生受者，伊这就是咧甲你讲即个物件。伊经典的物件啦吼，伊的连续点啦吼，伊的连续点吼，咱一定要看落去。那连续点看落去了后，你会更叫欢喜啦吼。可以讲，伊这个争论起来，这叫争论，是诸众生，这个众生，这个大凡的众生啦吼，欲心处上，即为我人。伊即个开始讲，欲心处上，欲处法上，欲处非法上，后壁讲这物件。伊讲是诸众生是可以讲是关键是诸众欲心处上，你这个心若都处着个相，那安尼当中你阁有一个我人种的受者，安尼对啦，咱听嘛吼，我有生一个我，就生一个人，你我的对立有第三句话叫做啦，叫做众生，众生叫做众生相，伊才感谢啦吼，受者叫做执着，等于讲起来。你对着境，你袂使生心；你对着境，你袂使起了。你要有清净无量。欲处法上，即着我人种的受者。假使你若搁处着一个法相，法就是讲咱拄则讲啊足清楚。伫经典的内底当中，你家讲到，日日你所讲道理，日日你的时阵啊。你讲的当中讲啊足好，你家讲啊足歹，你足侪人咧听，无人咧听，欲多万缘法，12因缘法、四谛法，你讲甲足全哦，迄话一个法师，讲甲咱是讲甲无法无天啦，家己讲甲人是咧拍鼓尔，伊家己怎啊毋知影上啊？因为这就是真危险的物件，因为这已经个心已经起妄想，所以佛陀甲你讲，你。菩萨开始讲法的时阵，你爱用清净心来说法，你毋通用我定思想的心来说法。你用我定思想的心来说法，你这个法是足危险的。所以来讲，可以讲证明起来啦，这就是因为咱拄则讲的欲心处上，即位作为是你啊，即咱拄则讲过这毋免得讲这个物件欲处法上，即着我人种受者这嘛咱拄则讲的。你要弘扬即个大乘佛法，我要弘扬法界经，即个相，我要去度众生，即个人相、种种的差别，种种的相叫做众生相，执着不舍叫做受者相。你即个心起了思想，就你这思想就生起来，这叫做我执思想。你把上面上面的我执空掉了，欲处法相，你二乘人把我执破掉了，定思想拢无啊，这叫做正定五方之理。五方之理就是讲，因为阿罗汉
就是破空，因为已经即空啦吼，到尾拢偏空啦吼。而一切法拢是实有，因为伊拢去断断即个烦恼，吼，即个能断除烦恼，了生死啊吼。所以佛讲的，就是讲，佛拢是咧讲无常法门，怎样无呢？你袂使互你讲甲空空，迄像咱过去讲的，阿罗汉是咧讲空，但是到菩萨伊爱讲一个有理的对，迄叫做空有不离，色非空，空非色。所以阿罗汉伊是咧讲我今日佛陀都叫我爱空了的。无等四相要空啊，华等四相要空啊，空等四相也要空啊。阿罗汉想讲空啊，空啊，到尾怎空啊，怎空无去？安尼晓无？伊毋知讲伊后壁还有一个有，迄叫做妙有咧运作，安尼啦。所以伊也来无常法门，怎能说没有呢？因为这一点就落去有啊有见啊，所以这叫莫停种想者，这个事上你莫执，并较精细啦吼。但是怎样精细，嘛有一个相啦吼，这叫做华灯四相，咱拄则讲叫做法定四相吼。但是本文可以讲到遮来，就是初步了相。拄则一个末定四相，搁落一个法定四相，即摆先讲到这个空相、非法相吼。若处法相，即着末定种是啥？若处非法相，这个非法咱来看到，这叫做空。顶面显两个末定四相，我等是我对着众生，我袂使起心动念，袂使执着，迄有功用的。法定四相讲道理，迄有功用，迄袂使执着，毋是无迄有。伊叫你毋通执着，迄个空。就叫你清净无量，毋是叫你完全空空拢总无。那安尼你就变成石头，到木色，就变成安尼去。但是呢，因为佛陀，伊讲欲处法相，因为伊个争问起来，得家己争问，得家己问起来讲，若安尼，当若你若处着一个非法相，这个非法相无解说咱两哪意思，就是讲头前显两个若拢空去。你搁即摆头前的空，即摆拢总无去啦。安尼听啦吼，即摆拢无，无会功用要做对啦。伊是叫你袂使执着，伊毋是叫你拢无去。袂使你拢无去啊！你袂使搁执着这两个空，拢无去啊！安尼叫做这就是个佛法想出来。所以不应处法，不应处分法。伊就甲你讲嘛，我讲为什么呢？佛陀这这个再增再世。伊这个真问题，这个解释啦吼。欲处非法相，即着我研究是者吼。你若要处着一个空相，这三种的相，一层比一层较深啦吼。但你袂使但是你不能生心，不能动念啦吼。所以讲生心即错，动念即怪啦，怪是叫做怪力的意思吼。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就是你把法定四相空，甲我定四相空，这个虚空啦吼。我会空，法也空，因此呢，你再有一个我空，叫做空空，叫做法空。所以呢，生了这个念，生了你两人拢空后，你都生了一个空，都生了这个念，叫做即空即念啦。是念这个即念。即不搞诶，即个拢无去吼，所以而家来讲，得生了一个念，即个念叫做执念，以为已经达到最高诶迄个目的啊，证了啥物啊三空啊，证了两空啦吼，即个念我著证了两空啊，即种叫虚空啊吼，虚空，但是即个执着搁一个处啊，你有一个末定四相空，有一个法定四相空。那安尼你执着即个物件，搁有一个处着啥物件？处着一个两空啦。两空有处着，搁有一个末定四相。所以呢，讲非法相，因处有生的一个末定四相，迄就是介细的物件。虽然是上细的，伊嘛也有一个相在内底啦吼。所以佛家讲叫有一点点，那就一点点。
有一些些，它就有一些些啦吼。若安尼当中，你就袂使叫做清净的信心啊啦。所以这个佛道来讲吼，所以佛道来讲，真实的信心，后来咱来讲清净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就是我拄则讲的，今日就有一个真实，有一个实，有一个处，处着一个实。后壁咱来讲是讲叫做清净信心，迄个清净含头前即个有一个实的物件拢买掉。所以这叫做咱五相、法相、无我相这三种的事相，拢空掉，叫做回归清净。伊这解释安尼解释，四个不应出违法。伊讲到这来，四个所以切个是讲所以你袂使触着一个法，你袂使搁触着一个非法。毋过呢，才有减一个有无？因为只有